亲爱的敦南，怀着无尽的谢意与爱意，我们将要向你说声晚安。谢谢你，诚品敦南。2020年5月31日，诚品敦南最后一天营业熄灯，再怎么不舍，也要跟大家珍重再见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诚品敦南晚安。我其实最近不大敢来敦南啊，就是可能有点近乡情怯。对，那知道每一天其实都在倒数。敦南它是一个我没有办法说再见的地方。不敢说再见，是因为诚品敦南里头有太多自己跟创办人父亲吴清友的点点滴滴，而这里的一景一物更是台北人的共同回忆。其实当初诚品会有24小时书店，其实也是在之前某一个活动期待，就读者的期待这种诞生的。对，那其实是顺应那个时候大家的要求，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，大家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多，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发生。对，那所以那时候24小时书店的应运而生这种感觉。1990年代，台湾经济起飞，物质满足的同时，更渴望精神上的富足。而诚品书店颠覆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，雅致不受打扰的阅读空间氛围，让台北人趋之若鹜。1995年，敦南店搬到这个地方，一场征文活动，有40%读者希望书店24小时不打烊，而这也促使诚品在1999年10周年之际，开启了24小时营业的决定。就是这样时代的累积下来，你已经很习惯晚上会有地方可以去看书。毕竟实体跟网络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你可以在这边翻阅。就是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忽然想看点东西的时候，拿本书来翻翻的时候，或早睡觉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那久而久之习惯了，但到这个时候忽然消失，你会发现它还蛮重要的。在诚品敦南，每个深夜里都安抚了许多不安的灵魂。有加护病房的护士，为了重症小朋友想听故事而跑去找书。不止护士，小朋友受到抚慰，书店伙伴们也深受感动。很多人其实默默都有需要他的时候，就是不一定会跟我们讲。那有听到这种 feedback 来讲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哇，那我们的存在是还蛮有意义的。其实我比较喜欢看的是他们在看书的表情，对。尤其是在某一几个像这个回廊这边的地点的时候，他坐在那边静静的看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。而回顾诚品敦南，资深媒体人顾明仪也分享，这里是他美学的启蒙，是颠覆世界观的开始。创办人吴清友更是他最尊敬的长辈。我们对于传统的书店，就是家门口那种书店，然后那书就长这样，然后在地上堆一堆，卖一大堆参考书。可是当诚品开在这个圆环附近，我们一进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用哇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哇哦，它颠覆了你对于所有书的世界的想象。所以到底诚品对我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会讲说，其实不只是书本，它是整个空间设计所有氛围的营造，它是对我个人来说，它是个美学的启蒙。我觉得这个最感动的就是大家都说这是一个不读书的时代，可是你每一次进到书店，就会发现还有这么多人在阅读。你看我们这一条里头有多少人，不管什么年纪的人，站在一个书架墙，或是站在一个墙壁旁边读着自己看书。我觉得光是那一种场景就让人很感动。就是我觉得我必须要用吴清友先生讲过的一句话，他说阅读是人类通往精神世界的天梯，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。那当然你说他这边的氛围有艺术、有美学、有创意，然后它是一个文化所展现的地点，所以它不只是书店，因为诚品还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。那它在书店跟商店还有表演场所里头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跨平台的一种整体结合。
从整个就是下一个世代将怎么去定义书店的存在，跟一家书店它未来可以有的各种的可能性来说，就到最后我们团队就是我们共同选择了诚品信义店。考量下一个20年的发展与想象，以及信义区交通便利、空间大、业态多元与经营内容很有想象空间等优势，诚品24小时书店最终由信义店接手，并加入24小时生鲜超市与唱片行，就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多体验与可能性。然而，对信义区来说，诚品24小时书店的进驻也预计带来周边效应，拉抬夜经济产值。因为有商务客，有年轻族群，然后有打卡，所以它一定有所谓的社交上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。当有社交需求的时候，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餐厅吃的、喝的，然后甚至于在那个地方，它会有所谓的 pub 等等这样子有娱乐的这个相关的东西会出现这样子。所以一开始就是这几类的这个产品会出现，就是满足他们的社交线的第一线的需求，就是等于是生理上面的一个需求，然后渐渐的开始往所谓的玩的、娱乐的，还有甚至于更精神层面，像这一次的诚品书店带进来的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刺激这个部分，这样子。不过，24小时不打烊的信义店有超过17万种书籍选物，是敦南店的1.8倍，书店面积1100平，更是敦南店的2.5倍。商场定位、选品以及人力调配运作都将成为考验。关于就是它在选品上面的话，它就是会要切进夜经济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品项切到夜经济？什么样的品项适合开放？或者是说，我们就成品来看好了。我成品是不是大家都在进所谓的火锅的这火锅等等，这个就或者是拉面等等这些，就是就比较知名的这些餐饮品牌进驻在他们店里面，但是它的调性是不是能够跟诚品书店可以能够搭得在一起这件事情，那它会不会破坏到它原本的它的这个文化的氛围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它是需要去做考量的。大家知道，在《小王子》里面的这本书里面，就是他的玫瑰是他就是他这一生的钟爱，虽然他最后离开了他的玫瑰。对，那我感到其实诚品敦南店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心中的玫瑰。可是很神奇的是，虽然是我们每个人各自拥有的玫瑰，但似乎在这个时空里面，我们也同一个时刻共同去拥有它。诚品敦南回忆无可取代，但共同记忆与精神不会消失。24小时书店将存续信义店，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天马行空，什么样子的全新风貌，正蓄势待发，等你一块来创造。Now News 今日新闻，黄仁杰、赖志场、许家珍、朱永强采访报道。